鸡比较难一点，因为要换个手嘛。因为像你弹 C 的话，鸡就要马上过来。就是80岁的阿婆好灵活，10多种和弦变化清楚地记在手指和脑袋。还怀疑吗？听他们自弹自唱。60岁在这里算 UK，30几个阿公阿婆组成了客家也疯狂乌克丽丽乐团，总年龄超过2000岁，心还很年轻。儿子、女儿、孙子、孙女在旁边猛拍照，为长辈感到骄傲。很厉害，害我也想学了。活到老学到老，就每天一边弹乌克丽丽，一边很快乐。练会了10项最夯的乌克丽丽，和儿孙辈也多了话题。从零开始学习拍子、指法，如今可以演奏10多首歌曲。一手推动的竹东农会职员和家属们都惊叹他们的拼劲。你们会觉得好像上了年纪像风中残烛，事实上他是点了油会更旺的那一种人。这是一天比一天进步，跟自己比较的海陆腔。西烟我们讲，你跟你金铺统气嘎壁。我知道我一直有上一线的翅膀，爱我配给我希望。就像歌词唱的，这里的每个人仿佛有双隐形的翅膀，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最佳演绎。上课喽！你跟你金铺统气嘎壁，你跟你金铺统气嘎壁。谢谢宗仪老师。